特色公园的建设一直是各议员争取的焦点。其中，在大北门区，议员蔡秋兰就来针对今年2月客家花种公园的启用，以及6月嘉义特色公园的一期开幕表达欣慰。不过，伫朱立伦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日期工程拖掉，加上有指标夜间照明不足等缺失，要求尽速完工。我要拜托局长尽量快一点，因为咱这个你看前2月份甲进已经头要搁买几年的啊，甲进咱第2期的嘛拢还袂完工，尤其是咱的照明灯啊，下一张，你看是啊，迄照明灯无够光，暗时啊遐尼暗，你会感觉讲，若暗时啊要去咱特色公园啊下班啊，咱一寡年轻人下班要带囡仔去遐行行的，伤过暗。所以迄照明灯，咱公务局爱含公所联络一下，看要安怎来用迄大派啊省电搁光的 LED 灯的，安尼较光的，啊毋通彩甲规个。安尼嘛无好看，爱有一个美观，对无？安尼毋只会叫做特色公园亲子公园。这我要拜托公务局长用心一下。这个我们会后我们会来请公所来一起来观因为搁要规档的啊，搁做甲进拢还袂处理，还袂好。局长就拜托了。既然客家甲嘉义拢有特色公园，议员嘛进一步为人口成长快速、有真侪南科新贵徛起的西港区来请命，希望运用现有中央公园的腹地来改建成特色公园。对此，教育局长嘛回应，会依照位置、预算等整体评估来检讨。台湾新闻顾文吉、林英庚采访报道。